日想同大家分享嘅詩歌係親眼看見你。呢首詩歌係講述，原來當我哋嘅生命有神嘅時候，我哋嘅生命就會變得不一樣。因為神係我哋嘅避難所，佢會賜平安喜樂俾我哋。為此，我哋要感謝佢。詩篇72篇5節講到：太陽還存，月亮還在，人要敬畏你，直到萬代。有你，我生命不一樣，有你，我生命在燃亮，有你，我不害怕困難，有你，我有滿足的喜樂。我在深處裡求告你，你在天上聽我禱告，你是我堅固避難所，我讚美你直到永遠。太陽還存，月亮還在，人要敬畏你直到萬代。我從前風外有你，現在我親眼看見你。有你，我生命不一樣，有你，我生命在燃亮，有你，我不害怕困難，有你，我有滿足的喜樂。我在深處裡求告你，你在天上聽我禱告，你是我堅固避難所，我讚美你直到永遠。太陽還存，月亮還在，人要敬畏你直到萬代。我從前風外有你，現在我親眼看見你。太陽還存，月亮還在，人要敬畏你直到萬代。我從前風外有你，現在我親眼看見你。我從前風外有你，現在我親眼看見你。現在我親眼看見你。詩篇28篇6節講到：耶和華係應當稱頌嘅，因為佢聽咗我懇求嘅聲音。神係聽禱告嘅神，係我哋生命嘅光，佢必會保護看顧我哋。詩篇91篇2節記載到摩西嘅祈禱，佢話：我要論到耶和華說，佢係我嘅避難所，係我嘅山寨，係我嘅神，係我所倚靠嘅。喺我哋遇到困難嘅時候，神就好似我哋嘅避難所，俾我哋去倚靠佢。佢賜俾我哋嘅平安，
我哋可以實實在在地感受到呢種平安係其他神唔能夠賜俾我哋嘅。親愛嘅聽眾，你希望你嘅生命能夠被燃亮嗎？你希望你每一日都有平安喜樂嗎？約伯記42章5節記載到：我從前風聞有你，而家親眼見到你。大家都有聽過基督教嘅神，今日我鼓勵你去尋求佢。馬太福音7章8節講到：因為凡祈求嘅就得到，尋找嘅就找到，敲門嘅就為佢開門。只要你願意，總有一日你唔會只係聽聞過神，仲會親眼見到佢。希望今次你可以透過詩歌同埋經文思考同埋了解更多。耶穌愛你。